識字有方法。我有個小孩背住劍，姿勢活潑的形象。我字的結構仿佛是手持兵器的樣子，是第一人稱代詞，指自己。這個字就是我。你有兩個小人兒交流互動的畫面。你字左邊的單人旁像一個人，右邊的以輔助表意，是第二人稱代詞，用來稱呼對方。這個字就是你。他有幾個小人兒互動的畫面。他字左邊的單人旁像一個人，右邊的也輔助表意，是第三人稱代詞，指除自己和對方之外的人。這個字就是他。左有一隻手伸出，大拇指和食指指向左邊的樣子。左字的結構好似手指是左的形態，代表方位左。這個字就是左。右有一隻手握拳，呈現出指向右邊的感覺。右字的模樣，手指是右的姿態，代表方位右。這個字就是右。總結：學會漢字，我、你、他、左、右。